領光影業公司喺香港電影圈被公認係一個製造新星嘅搖籃。喺50、60年代，有好多紅透半邊天嘅男女影星，當年都係出自佢嘅懷抱，例如林翠、丁瑩、謝賢同埋姜中平。佢哋嘅藝術潛質都係經過領光一個時期嘅灌溉，先至迅速茁壯成長。而張怡就係當中重要嘅一位。張怡原名賴火爆，1939年喺香港出世，佢係廣東人。中學嘅時候，佢係一間英文書院嘅高材生，只係得15歲嘅佢，已經對粵劇有濃厚嘅興趣。佢每逢睇完大戲返到屋企，就會將自己鎖喺房入邊，對住塊鏡模仿舞台上嘅小生花旦，自己同自己做對手戲。當時佢嘅父母仲以為佢撞咗邪，後來先知道個仔原來想將戲劇當做佢終身嘅職業。喺一個偶然嘅情況下，張怡認識咗新馬師曾，仲有機會同佢學藝5年。張怡喺加入影圈之前，曾經拜新馬師曾嘅門下學做文武生。1959年粵劇開始式微，張怡為咗自己嘅前途，被迫脫下紅褲仔，考入邵氏嘅粵語片組。當時同林鳳、歐家慧、張英才、萬里紅同埋麥基一齊受訓，但係佢只係喺邵氏2個月，就不聲不響咁離去，所以好多人都唔知道張怡曾經係邵氏訓練班嘅學員之一。1959年冬天，張怡考入咗領光影業公司新人訓練班，經過1年嘅訓練，佢正式成為領光嘅基本演員。佢首部參演嘅作品就係1961年嘅《女人的秘密》。由於張怡演技自然純熟，佢好快就躍升為領光嘅一線小生。佢第一部擔正嘅電影就係由天空小說改編而搬上銀幕嘅倫理愛情小說《力劫親情》。呢一套電影上映之後，唔止叫好有叫座，而且張怡仲成為領光一線花旦丁瑩嘅最佳拍檔。同一年，張怡亦有份參演由黃學星導演執導嘅武俠動作片《武林13劍》。由於張怡早已經有舞台同埋北派功夫嘅根基，所以喺咁多嘅新人之中，佢可謂能文能武。佢喺《武林13劍》嘅演出，好多人都話睇唔出佢係一位新人，甚至有人話佢當時嘅演出，好多成名嘅明星都比唔上佢。1961年至1963年，張怡同埋丁瑩合作無間，佢哋攜手主演嘅電影差唔多有12部，其中《暴雨紅蓮》、《離鄉情淚》、《香海情潮》、《流浪小天使》同埋《金夫人》均受到觀眾歡迎，票房成績都非常理想。而當中領光影業公司3週年紀念巨片《工廠皇后》，領光更加不惜工本，採用全實景拍攝，而且電影卡士仲有3生3旦，除咗有張怡同埋丁瑩之外，仲有張英才、林燕、羅蘭同埋李克，可謂製作認真，耗資龐大。當年呢部電影喺1963年6月12日正式上映，而且安排咗喺港九太平、域多利同埋環球等8大戲院播映。果然不負眾望，工廠皇后就將張怡嘅演藝事業推向最高峰。1965年，張怡更加突破自己，喺追兇記一片入邊，佢轉做奸角。佢嘅精彩演出令到觀眾對佢刮目相看。張怡就係咁
由領光嘅頭號小生升華到去實力派演員。張怡喺同領光嘅粵語片合約差唔多完結嘅時候，拍攝咗最後一部影片《難為了嬌妻》。張怡由始至終都係領光非常倚重嘅一位男影星。喺1967年起，領光決定將出品帶入彩色領域。黃卓漢曾經率領張怡、丁瑩同埋李薇去到韓國3個月，拍攝七彩闊銀幕間諜打鬥片《國際女間諜》。踏入中年嘅張怡，佢以自由身接拍咗唔少電影，而由於粵語片已經開始式微，開拍嘅影片已經唔多，加上佢戲癮大，佢為咗爭取更多演出機會，開始轉演反派嘅角色。直至粵語片時代結束，張怡就退出影壇。張怡跟新馬師曾學藝嘅時候，仲係一名中學生，但係由於佢非常熱愛粵劇，所以喺一個難得嘅機會下認識咗新馬師曾，佢就決心要向佢學藝。張怡嘅聰明同埋熱誠，令到新馬師曾留下咗深刻嘅印象。新馬師曾曾經對張怡講，做大戲係好辛苦，而且賺唔到錢，但係呢盆冷水對於張怡嚟講完全起唔到半點作用。佢仍然滿腔熱誠，風雨不改咁跟新馬師曾學藝。張怡舉一反三嘅天資同埋認真勤學嘅態度，新馬師曾終於破例正式收佢為弟子。張怡加入咗粵劇團之後，可謂際遇非常差，因為班事稀落，搭台板嘅機會少得可憐。因此，張怡幾經考慮之下，決定暫時轉移陣地，向粵語片進軍。雖然係咁樣，但係張怡同新馬師曾嘅情誼並冇淡落嚟。1962年，新馬師曾獲得粵語10大明星，佢因為唔得閒出席，仲吩咐咗張怡幫佢代領。張怡身形魁梧，儀表出眾，而且性格平易近人，風趣幽默。但係佢其實入行以嚟都未見有任何緋聞。張怡喺報章表示，佢雖然外表大大隻，但係原來現實生活中嘅佢，連細路仔都會蝦佢。另外，佢話佢武功雖然好，膽亦都大，但係喺情場入邊，佢仲係初哥。佢話當有陌生嘅女仔同佢傾偈嘅時候，佢就會即刻面紅，兼且連嘢都唔識講。有一次佢同萬莉有一場親熱戲，佢話佢雖然拍戲經驗多，但係嗰日佢緊張到幾乎連戲都唔識拍。平時唔使拍戲嘅張怡最鍾意運動，可能因為咁，所以佢嘅身形保持得非常好。另外，佢亦都對於攝影非常有興趣。佢話佢屋企裝修嘅時候，特登將客房改裝成沖印房，等佢可以將自己拍落嚟嘅照片全部喺呢一間客房入邊自己沖印。除此之外，張怡仲有一個嗜好，就係鍾意飲咖啡。不論喺屋企睇劇本，或者喺片場拍通宵戲，只要有一杯咖啡在手，佢就樂在其中。不過張怡強調佢係一個唔煙唔賭博嘅人，但係有時為咗拍片，佢都要嘗試學習食煙。而興趣多多嘅張怡，佢亦都好鍾意揸電單車。佢話好多人話揸電單車一定要好大膽，佢話佢個膽就係因為學北派武功練返嚟。佢仲話因為有咗武功做基礎之後，佢先敢騎上綿羊仔，四圍風馳電掣。加入電影圈短短幾年間，張怡嘅聲韻可以話非常亨通。
只係拍咗3、4部電影嘅佢，就已經大受觀眾歡迎，好快躍升為領光一線小生嘅位置。佢每個禮拜喺電影公司接到影迷嘅來信非常多，有啲想知道佢出生日期同埋興趣，而更加多嘅就係想問佢攞簽名相。佢話最深刻嘅就係曾經有一個影迷喺信入邊寫上呢幾句話：你雖然未擔上主角嘅地位，但係你英俊嘅樣子、漂亮嘅面孔以及迷人嘅笑容，使我好似喺沙漠中一眼就睇得到一粒鑽石咁，因為泥土都唔能夠掩蓋你嘅光芒。有人話呢個影迷所講嘅嘢就好似普遍影迷對張怡嘅第一印象。1959年冬天，張怡考入領光公司新人訓練班進行訓練嘅時候，佢曾經做過場記。呢個經驗令到佢學識咗同導演、攝影師、演員同埋製作團隊協調同埋溝通，而且亦都令到佢知道點樣配合鏡頭、燈光。當佢成為演員之後，就令佢喺拍戲嘅時候有意識咁控制自己嘅面部表情同埋動作，達到理想嘅拍攝效果。而且當佢了解咗拍攝過程之後，會增加佢專業知識同埋信心，減少佢喺演出嘅時候嘅緊張心情。所以難怪好多觀眾都會形容張怡演技自然，動作流暢。喺領光期間，張怡擔演男主角嘅電影非常多，大約有30幾部，比同期嘅小生更加為黃卓漢倚重。因為佢嘅外形有過人之處，就係個子高大，而且樣貌由中帶剛，可以駕馭唔同嘅角色。所以黃卓漢為佢親自執導嘅電影都唔少，包括有《冷燕飄零》、《暴雨紅蓮》、《香海情潮》同埋《離鄉情淚》等。張怡外形好，演技出色，可以演悲劇，亦都可以演喜劇，而且亦正亦邪。連著名導演莫康時都對佢高度讚許。由佢第一套擔正主角嘅《力劫親情》，至到《夫妻的秘密》、《都是兩女性》、《少女懷春》、《金夫人》同埋《難為了嬌妻》，呢啲影片都見證咗莫康時對張怡嘅高度欣賞嘅一個證明。退出影壇之後嘅張怡，觀眾一直好想知佢嘅近況，而喺網上有人流傳佢曾經做過大廈保安，亦都有人話佢已經離世。無論係點，一個退出電影圈已經有55年嘅男影星，張怡至今仍然係粵語片觀眾心目中一顆令人難忘嘅明星。